想要设计车，也是厝，啥？还有字体。你为什么爱设计？你感觉你为什么爱设计？亲像店面，会看迄个字，哇，足水的，也足想要去买伊的物件。你毋知到底是爱安怎设计呢？你敢知影？毋知，我一直都想要问这个问题。是吼。任务来了！任务来去出任务，跟着阿公，小就出任务。喊叫手电地，多自我针免，手机也准备好，出任务咯！跟着阿公，找人上盖高。阿高出任务，欢迎收看。哎，你好，我是阿高。阿高出任务，欢迎收看。第一代新节目，阿高出任务，恭喜第一代新节目，欢迎收看。你好，我是阿高。恭喜第一代新节目，哇，哎，拢无恭喜第一代，要摕咱的宣传单啊！恭喜啊！哎哟，阿高。我的图明明个画甲足好的啊！我写的字嘛真好看。你的字哦，根本就看无。看，哪会看无？就是无好看啊！哪无看？哎哟，无要紧啦，咱来去找专家来斗相共。吹掉啊！第一个线索，纸纸、甲笔；第二个线索，电脑。今仔日要找的主角就是立体设计师。方平做立体设计已经5年啊，因为介意立体设计，捌去日本、美国进修相关的课程。要做一个立体设计师，爱比别人搁较会观察，有耐心甲创意。你好，我是金椒。我是阿高，我是方平，请你甲阮斗相共。啊是有啥物问题呢？哦，请你看卖，这个字到底是出啥物问题？这字吼是真有个性啦。不过若是爱互人看有，啊，搁有个性，嘛是上好爱设计过哦。哇，字嘛爱设计哦。当然咯，字就甲人共款，伊有足侪衫通穿，字嘛有足侪衫通穿，无共的衫穿起来感觉是无共的哦。讲了真好咧，是安怎？你对字会这么了解啊？因为我是字体设计师啊。哇，字体设计师。阿高朴树朴，大家好，我是朴树阿高。你敢知影啥物是字体？字体就是规套有同款个性、同款风格的文字哦。这边是同款字体的阿高出任务，另外这边是无同字体的阿高出任务。若有字体，字唔若互人搁较看有，嘛更加有特色哦。若是讲爱设计字吼，阮大先先爱来熟悉字。啊，迄简单啊，每一个字我拢熟悉哦。你看，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长的、短、大的、细，我拢会晓写啊。毋是迄款熟悉啦，阮来看卖啊这。这金蕉，嘿啊，全部拢是金蕉，不过这个金蕉甲这个金蕉感觉就无共哦。嘿，这个金蕉敢若讲话较大声，汉草较大，啊，这金蕉敢若圆圆的较古水，敢若囡仔共款。对呢，方平你讲了对哦，这个看起来较大张，这个看起来较细汉。是吼，啊，金蕉你家己感觉家己是啥物个性的？我就爱笑的，嘛爱讲酸笑，介意甲人弄甲足欢喜的。啊，我应该是吼，这个笑甲另外一个同样安尼啊。哎呦，感觉小可恐怖呢。但无啊恐怖，那是洋气啊。哦，对。对我来看卖阿狗是啥物个性好啊？我感觉我是一个真拍、真古锥、人看人好老的阿狗哦，所以我要经啊，中下骹迄个，中下骹这个。对，哦，我感觉你小古锥的，经了袂歹哦。
原来立体就甲人同款，是有个性的。有的看起来足趣味的，有的看起来敢若咧歹势，有的看起来亲像咧生气。对啊对啊，风平这个歌立体，还有声音呢。嘿嘿嘿嘿嘿嘿。嘿嘿嘿嘿嘿嘿嘿。啊，你甲伊好啊？恁两个换你。嘿嘿嘿嘿嘿嘿，嘿嘿嘿嘿嘿。你是来小搞的啦，我笑袂赢你啦。这是你的声音，不过你吼声音唔若是安尼尔，阮会使安尼看一下，你的大细敢若甲声音嘛有关系哦。大甲细，那像有大细声的感觉哦。有呢，我先。你先好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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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哈哈哈哈！熟悉立体，就像熟悉一个新的朋友同款，有无同的个性甲特色，真趣味。熟悉了立体的变化，就用开始做设计哦。哎呦，看卖。对掉。金枝哦，你伫咧烦恼啥哈？哦，我伫咧烦恼设计立体啊。方便，要设计一套立体，第一步到底要做啥？是吼，讲到设计立体吼，大先阮就要先设计伊的骨架。骨架。字吼，甲人同款，嘛是有基骨的哦。阮先来看这，亲像这拢是猴，拢是猴嘛。不过这只猴呢，敢若就是扁扁矮矮、垮垮。啊，这只猴哦，就是闪闪光光哦。三角。对吼，三角哦。伊嘛足露的，较长长安尼。啊，亲像这吼。这只狗咧，伊就是定定、硬冰冰的。啊，这就是软 Q。哦，这骨架无同款，立体看起来真正无同款嘞。啊，亲像阮就会安尼设计骨架了后，阮再来洗肉。洗肉呢，就是笔画的意思啦。所以讲，这是定定的骨架，啊，搁斜斜的，甲平常时拢无共款，啊，搁生一个粗粗的肉，就足大声的。哦，所以这是伊的骨，啊，这是洗肉了后。对。哦，方便，这套立体你设计的哦，足厉害呢。多谢咯。哦，我看这个立体吼，伊的声音应该是啊。哎呦，错一条，我错一条啦。哦，啊，不过吼，这个立体真正足好看的，这叫什么名？这套立体叫做自然体。以早吼，常常有迄社会运动的时阵，我嘛有去参加。不过迄时阵发现讲，我若是要做一个海报。会当选的立体其实真少，啊，大个声音拢细细声啊，我想要一个足大声甲讲，我想要甲你抗议，啊，煞设计这款足粗勇啊，足大声的立体。啊，你们就甲阿高讲的同款，看起来就足大声的。对啊。你若写抗议用你这立体，看起来足大声的，啊，来用迄闪闪的伤细声。对啊。哦，因为你生活当中你有需要。所以你看无迄种你要用得到的立体，你就家己设计。对，我就家己设计。哇，安尼真赞呢！多谢啦！啊，今朝你就会使开始想看卖啊，你想要表达啥物伫这个立体内底？啊，我知影，我来试看卖啊。应该是安尼吧？是安尼，安尼。这边个安尼，阿高。你帮我看卖，安尼会使无？阿高是走去倒啊？我即摆食这个饼最好食的呢。真正哦。哇，恁大家拢有遮侪物件通好食哦。对啊，你要来无？好，哇，安尼足欢喜的呢，拢有点心通好食。对啊，这足好食的。哎呀，拢足好食的呢。哦，阿高，你哪家己走来食啦？我都捌做就要的啦。你看，遮有足侪四手啊，通好食呢。哇，
真正足多，拢是互咱食的哦。对啊，拢是互恁食的，不过嘛是摕来训练恁的观察力哦。哈？训练咱的观察力，安怎训练啊？这吼梨吼就安尼擦擦啊，感觉食起来应该是会乒乓跳哦。哦，嘿嘿，真的咧，这梨看起来擦擦，佮跳跳，啊，甲迄物件食起来可能共款哦。啊，亲像这吼，嘿，这梨吼边仔拢是安尼角形的，感觉这应该是脆脆的口感吧。阿高，你看，这种饼咱有食过啊，顶头就是一条一条，甲这梨共款。哇！啊，你看这，敢有啥物啥感觉？我看者，这梨我虽然看无，啊，毋过看起来吼真高级，那是皇家的人咧食。哇！阿高，你拄好有食啥物物件？我食足多，你讲倒一个哈？安尼我来食看卖啊好啊。好拄好讲，你讲这尖尖，啊，搁有跳来跳去的，好啊。你是在跳啥？啊，搁酸酸的，袂歹咧，真正甲你讲的共款咧。是吼，这就是你厉害的所在啦。哇！亲像我平常时吼嘛是会去街仔店看扛棒，也互你灵感哦。哦，袂啦，我未食饱呢，而且等下食饱，我搁爱困觉啊。哦，无阿高，你伫遮豆豆啊食，啊方平带我去看伊的秘密基地扛棒，好不好？好。秘密基地，行。金桥阿狗，做人上解咬。你讲你无灵感的时阵，你都会来遮看扛棒，为什么要来遮啊？扛棒四季拢有啊。遮吼真特别哦，你看迄厝拢足旧的，足侪拢以早时代留落来的字啊，所以讲甲即马电脑内底看到字无啥共哦。庆元药房，伊的字吼嘛足特殊的，你看安尼闪闪，不过伊的边仔是圆圆，毋是定定的，就亲像阮台湾人的个性共款，真温顺啊，真古锥。哦，这扛棒看起来哪有个性呢？对呢，你看迄字，那就安尼揪起来较散哦。啊，这邮局看起来嘛足特殊的。这邮局吼嘛是足台湾人个性的啦。这款楷书吼，就是写甲足温柔啊，豆豆啊写安尼，这是古早时代留落来的字。啊，以早足侪人拢囥在扛棒顶头的，我嘛足介意的。对吼，是讲以早嘛无电脑啊。对啊，一定爱人写呢。哦，伊这就是古早时代的美术字。这个扛棒真正足有特色的，无怪方平讲，这是伊的秘密基地。阮四界行行看看，看啥人会当翕到较侪趣味的扛棒好啊，行。看扛棒真正足趣味的呢，我看到足侪扛棒拢无共款哦。你看这个，看起来是毋是特别的？这是较早的病医吼，嘿，伊是用迄历史的基骨，啊，毋过吧就生甲无共，笔画是家己画的，就软软 QQ 安尼，啊，佮扁扁的形，看了足安心的呢。哦，所以看起来安尼圆圆，你若要去病医的时阵，看起来都较袂遐紧张。对啊，你做病医实在是足有通的啦。嘿，还佫有这个哦，你看，这若像是囡仔的佚佗物啊，去倒起来。这嘛足古锥的呢。嘿，足古锥，较现代，毋过嘛足古锥的。啊，你迄着啥？互你看这，你看，屈臣氏大药房。嘿，这毋是咱即马足侪间店拢叫这个名？对啊，就是阮即马坐在遮，这栋以早就是屈臣氏药房哦。哦，这以前是药房啊，毋过这字看起来无，甲咱即马的无啥共款呢。对啊，甲香港的屈臣氏嘛无啥共哦。香港定定咧用的楷书啊，是较定的。较有气力、较水气迄款，毋过阮台湾人用的字吼，拢是安尼较软，啊较豆豆啊写，较温柔的，这就是台湾的 style 啦。甲咱台湾的个性较共款。对啊。真正的咧，目睭变好金，详细观察，其实生活当中四界拢有无共款的字体。我对我要设计什么字体，愈来愈有想法啦。方便姐姐。阿甲爬狗要开始啊哦，你准备好啊未？好啊好啊。
来哦，来，阿狗拍拍鼓，来哦，5、4、3、2、1。我倒迄个是啥啊？嘿啊，这个啊，哦，这阮兜的狗，哇，阮兜嘛有一只狗，嘛是一只狗呢。嘿啊，无哇阮大汉的，太够名啊！伊叫做小后。啊，我知啦，阿狗。什么？啊，你甲小贺吼唱一条歌。啊，好，我方便这姐弟啊，跟你会晓唱歌无？我唔知伊晓唱歌无呢。伊会啊，你甲教。啊，我甲你教。啊， 1、2、3，开始。任务，来去做任务，今朝阿狗，小少出任务。哇，你老懵老，不过唱歌袂歹听呢。我虽然有自细汉就有咧训练啦。哇！方平，哇，我看你伫遮坐遐久，你是咧创啥啦？对，我咧调经济啊。调整小字，经理。为什么要调整？字吼，虽然讲调整字丝啦尔，看起来就足无共的哦。哦，啊是要安怎调整啊？伫电脑内底，阮敢若有笑共款，会使看到阮的字有就有偌粗。即马大家拢是共款的数字哦，毋过看起来就感觉怪怪的。哦，对，阮这条较粗，爱这条较幼。对啊。啊，放起哩，看起来真正无共款的。我详细来看一下哦。好，你看一下。我拢看到目睭无煞煞呢，我看袂出来倒位无共款啊。阿狗，这就是立体设计师的专业。这边的线条爱较粗一点嘛，迄边爱较圆身一寡，啊，搁有字甲字之间爱离偌远，每一个所在拢是美感，拢爱注意哦。无今朝你来试看卖好无？互你调看卖啊。好啊，我感觉吼，这甲画图差无偌济，我应该会使哦。我试看卖啊。好，就交好你。好，紧诶。阿狗，看我的。好。好，咱即摆要调的这字吼，金蕉的蕉。这我上熟悉啊，我看卖啊。金蕉就是遐大大枝较粗的，这吼刺咧，嘛互伊过来，你嘛过来，得。你敢有伫叮当啊？有啦，有叮当，你看伊过来啊。我感觉伊这较粗啊，所以我甲刷过来啊，刷过来。点啊尔呢？安尼差不多偌济啦，会使啦。厉害，无阮来看一下效果安怎？哦，爱看效果哦，安怎看？阮看效果的时阵，爱甲别个字斗做伙。好，金蕉真好食。啊，我的字伫倒位？是啊。毋是啦，我感觉这条较好看啊。你拄啊调的是下骹即排的啦。我下骹这个哦，我调好的时阵，我感觉两字差无偌济呢。这字看起来咱是毋是这国的人，有啊，敢若别人因兜外国人来的。真的呢，无怪你讲一字爱调点外钟。一个字爱调点外钟，哇，这是要改到当时。方平讲，一套台湾字至少7、8千字，有人个性较龟毛，设计一套甚至爱开5、6档呢。阿狗，经过方平的训练，我知影要安怎设计啊。这是了。对啊。我个感觉我食甲足饱呢。无唔对，就是吼，甲你摇滚的个性，加上我趣味的风格，创作出来的立体啦。好，安尼咱紧来设计啊。好，开始。
完成啊，完成啊！完成啊！你看，哇，足水的呢！袂歹吼。哇，咱的立体设计出来啊，哦，真好看，真趣味呢！你看，你看，我阿狗 QQ 的尾溜，嘛有我金蕉尖尖的头毛，这个立体就叫做金蕉阿狗体。一两三，我给你拍一个，耶！哎，阿狗做任务，恭喜第一代新节目欢迎小看，你好，我是阿狗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阿狗。我唔知啊，是要安怎？拍一个，耶！阿狗，恭喜第一代新节目，谢谢，欢迎收看阿狗做任务。谢谢。恭喜第一代新节目哦！哪样啊？恭喜第一代新节目！不掉呢，真正分了啊！哇，我看迄立体设计真正有效哦，这厉害的！耶！赞赞赞，多多谢。洪斌，真正多谢你，没啦，甲阮斗相共来，啉一杯仔水咧。我是想要问讲，哦，做这道那真趣味的。不过你咧做这个时阵啊，你上大，你感觉上欢喜的代志的是人咧用你的字，还是讲你有时的新的作品发表？其实是人咧用我的字，因为做字这件代志真趣味是。人总有一天你会过身嘛，过身了后，其实你的字会搁留伫这个世间，人会使继续用你的字，所以你的影响是一直留伫这个世界的，敢若你留一个卡印伫这个世界的感觉。哦，足厉害！你讲得足好诶。像你创作的自然体，是毋是就代表你家己安尼？像我安尼粗粗庸庸，安尼讲话真大声。你粗粗庸庸，我看还故意足大声诶。其实一部分是代表我想要讲的话，不过字体这个物件伊足奇妙的所在是，阮台湾人自台湾大汉，阮的美感甲香港人的美感、日本人的美感是无共的。所以讲设计师是倒位大汉的，伊做出来的物件就有倒位的气质。倒位气质，有倒位的味。对，一定会倒位的味。对，所以一定要用正版。用正版的。对啊，用正版才有，阮才会有搁较侪立体设计出来。方便替你穿衫，创造无同款的立体，互同款的字，嘛有无同款的表情，一笔一画，拢是一个电脑进前拍拼的结果。伊认真观察咱生活的所在，每一个设计的立体，拢有想要互咱知影的理念，甲满满的故事。方便姐姐。我甲金蕉有摕到一项物件，就适合你的，要送互你哦。哦，这是目睭检查迄个海报。因为你设计的立体较好啊，你就要保护目睭，设计搁较侪、搁较好的立体，互大家使用。互大家用。甲较好的物件拢继续留落去。对，你爱好好加油哦。好。高阁有一句话想要甲你讲。好。爱认真保护目睭，爱照顾身体，才会当帮大家做代志呢。好，我知影，我有听你白啊。爱认真哦。好，我会认真，我会认真。